师神到，孙兄祭天。鸿蒙定州，祭天童，风云两湖，喜门口。永生王婆一公银，只凭冬天五行内，五行内。苍天呐、苍天！此寡人登基以来，推行捐田之途，天可农松。开城一重，救灾披风，归运从容。只是了天灾不断，先前天下饥荒，今有旱灾，黎民百姓喊苦连天。抢冲天，怜悯重生，四下甘霖，各处混凶。保佑我太通之民能得平安，永寿太平啊！一中啊，亲啊，兄啊，来来接送冲啊，保佑我地呀民啊，免灾呀永啊！万岁万万岁呀，驾来吧，新安啊，表啊，天地呀，众爱神，有福万庄哦，太通啊！风飘啊，地来顺啊，万年啊长啊！万岁，为太人求见。哦，臣子贤。遵旨。
万岁有旨，为太宁觐见。良知。万国公送啊，南宋殿呐，这梁天虹对奉天呐，无言苦尽满天天啊。天上春春啊，你心田。神为神，天家国主万岁！爱卿平身。万万岁！爱卿来得真好。俩几年来天不公甘霖，黎民无辜受灾。明日孙孔民间在前，但不知如何解苦自反呢？哎呀，万岁呀！为神在民间探风之事，趁那一件贵国先时，上得天文，下分天理，使他检讨，有一方法能解除眼前的旱灾。哦，不知是何方法？用兵。爱卿，雄势讨来，主子。哎呀，先生啊，流了眼呐，风啊是英雄。爱为神啊，身家千匹兵，本啊命啊。今啊，海边啊。
令，上爱7分，上内6、3分，开始几天。万岁！这先是体魄交代，此乃天机。汉强万岁即刻到金河这两军，不可怠慢。哦，既然明天就爱公义，为何还爱寡人向该金河两王祭拜呢？为神多压不敌，现实之上，不拜良神亦难攻。汉强万岁敬前往。哦，给寡人明白了。上下啊，总干起啊水，小梁啊神啊，三番哦梁啊吃哦，要天那送行呐。爱看，嘿，这个梁王自己做茶，已经到爱寡人先去老的拜寿头啊。哼，你还得治理，好难不清啊！此地的神灵啊，是难尊敬呐！万岁，妾身姓肖，虽万岁多批酒里敬奉一他，此乃给小事意义，明日无事继续看议，有关年节的困难之苦，请万岁为太强为朝，不要强抗天意张飞呀！看了，奉天地之命，任由他人呐。人万生死不太平啊，这乃良军乃心情啊。
威风凛凛气汹汹，各天孙同真西风。强风玉体三千名，金河之中一流龙。心中傲恨你性命，梦非神松为神棍。一鬼自根不属性，为真战术。魂归也，同盟的性命，也言语无信的少年，本爱命来。金马无罪啊！有头身呐！我心嘛，不问呐！香桂上上的马步啊，嘿少年呐！真正呐！讲什么啦？
为真，见过永永千秋。跪请免礼。不敌永永召见回神，所非何事？给你祭天，小祭两王，万岁虽心有不言，但也不敢空天命以行事。果言祭两王后，刚言五时便讲甘霖，只不过俩从义。到底是有急有太呀！不骑马随讲起上班上贵国先生给你说好，俩从义乃是上内7分水，上内当地3分。如今上内虽半身在，本听担心，莫非给对两元的说金？俩从虽在，he对我太堂嘅见解吗？太尉神正日铁上冤枉山，求见贵国先士。强高气银马，走进堂这次只有老魏欠了。宁王陈国公，不敌万岁偏情意好了。启禀娘娘，傅太医说妥，万岁嘅死期莫离，几乎是这面色憔悴，怕是压力难免，至少你身记了。可有药方可解？太医讲，只能调下补气，安神同药，只不过牙只治其表，不治其本啊。本后先年内照顾万岁，两位太人将此片。
念是魏太人嘛？见过南王陈国公，但不得万岁的良体嘿。哎呀，就是给不你，让你行起回宫了哟，万岁记住。一片不喜心无体，呀呀梦中来叹息，半梦半想来共喜，共喜两梦共喜，眼里无敌。是心意他不太协，呀呀梦中来出现，上上地地爱破命，海的两体苦熬天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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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海的两体苦熬天，两梦同命哦。哎。嘿，已经就连傅太医也束手无策。两妹太人啊，身上的呀变呐，有了那梦啊，家里有啊梦啊，会见那上啊。可恨有我断江桥，打开深爱是太匆狂，明艳的总会是归亡，重游笔下是真气强，不义乡法是唔托子，求得总会就一发香。将发搭在江门呐，撇下错啊个，束缚身上此法甚好，法师法的钟馗之相，甚为正下，天下闻名。此法甚好，你先退下吧。为神告退。我马上做奉孝地情，从知名法师吴托子发下贵王钟馗的图像，为封疆除妖撇下。莫一张，莫一张，莫一张。哦，也该讲我贵啊！一腔永远都是唔会饱哦。陈贵公，意有为何？你家下讲嘛该？爱照本封孝地情，嘿，爱抢法师唔托子你讲，发下钟馗图像，我来出游撇下。张黑。你啊，法师的功夫，还有多艰难，就算是杀条，也未可以防。法身的功夫，
传扬天下呐！哎呀，半点不提噶，只不过万岁的乐香彩彩，难道一种钟馗图像就能以后万岁的평情么？很能忘此那把那，未免太穷不办呐。此言差了，托子宁曾发生，其所发的钟馗是万岁亲眼所见，亲口称赞。也钟馗图像，不论是公家还是百姓家，都是从经理品，请法师亲笔所发。这出有批下的风尚啊，也是为此而生。万岁张清风发生之名，难道你可以发一发生的名声吗？你呀，我挖到，俺替你俘虏地图买嘅是乜嘅药的呀？莫以少年之心托君子之腹的。哼！太半黑啊！仲夏见呐，一把。贫不是那子哦，不给那多风声风爱泡丝干河，描绘春秋啊，八神娘啊上哦，千古流啊。老杨，你看呀，凤娇因为安太监呐，穷太没有皮用哦。小明啊，唐江出来风景不安宁，要妖魔鬼怪同佢作乱，叫妖魔啊专门失枪你安多发嘅声音呢哦。老爷，俺亲冇蛋呢，你冇骗我。哎，那又骗你呀、
万岁就是说到妖魔鬼怪妖魔，睡唔落觉又食唔落，所以就会面爱坚强。我来为万岁拔下鬼王总回土，除妖辟邪。嘿嘿，唔免笑面爱，自己好老命哦，老爷，你不该总亏啊！做地讲系命上傲慢太哦，长篇壮锦上，万年唔敌，好言不晓，也家家户户的门后都有一种。老爷，你不该总亏，那係呀，冇买送一种来点，就听到是行咯。真是福寿的长啊！万乃有福寿，也都系大家都自己事情啊。因为老爷，你不该总亏呀。红油父母，头先的爱，两夜出生又将你，他来天色太不凡，不喊声为谁被你？嗨哟，不喊声为谁被你嘛？係哟，口送太堂一題材，老爺仲要做鬼太王，乜都是像尊敬嘅強用我，妖魔鬼怪看到也發上啊，就嚇到是會唔會發生咯？好嘞，你風強女言不必不相噶，而我今生心不化。但係半點有政策，身上那怪罪，你愛跳那就愛半打。嚇，真嘅哦！難道還有騙你不是麼？愛卡注意點位哦。拖子，不敌奉后家多，万代杨家，抢奉后赎罪。法师平身，多恰奉后。看来强言不平亲，一定合同，只要强上心意，不要强通身上脏屁啊！为神禁忌太行了。本口已经才是定口法事都是，今日先以正经做法，非必血从。法师，你爱谨慎小心了。你问法师山中会，非必身法，天生会。万岁殿里身体，梦参深难遂，残篇听会遭太医，不给考试是看
身上两千亿，万事平安是享富贵，身上两千无真机，老夫难逃就已死出，转身十八来就求上帝。阿九送可我们去。哎呀，你呀，你地从人嘅小奴才，点你去边方？太好了，你那个万岁之苦，此乃功劳一件，明日即刻放下钟馗发烧，不得怠慢。为甚良子？本后先遣退一旁，本日专心做法。奉上奉后。来开始做事咯！来农民来发图哦。哟，老爷记下啦，唔好本放喺顶长久呢。一年嘅公粮，5、4、3点钟就买好哩。哟，叫啦，做乜咁唔讲话呢？我老爷哦，实在就阿狗上对面，无法好讲啊！那是武功从你给掉，此情是路。老爷，请。多了下来，话也不对，无话也做唔得咯。就话，讲乜嘅喏？你爱弟弟啊？呵呵，你那个狗贪精啊！哈，罢了，太老夫发喽！我啊，身材呀，朝天女呀，皮肤难哈。强的用哈，不离心我娘他。
喜君命，祝披风啊！三重将军下有数啊！太大有目，也敢缭乱民间，俺总可以前来赎回你。天河流氓，来，啊，是两个啊！你乃贵家之梦，我乃身家两全，胆敢在我的面前逞那个威风，真是词不量力呀！退呀！你俩言语莫信的李世民，我切不强留于你。四位公义啊！
一冲茶把茶，发生实力还差一冲。世界无双把勇强，发生讲起来做机丢唔熟，翻水量天乃有顺，发顺机。十八啦，六啦。干见干风好娘娘，好一个朴实干！一部贵风土法，不但为年为身送出游撇下，反倒将万岁聘请金家严嵩，一举动何罪？风好娘娘，下干爱。一本叫唐相死了。风回回来，初有下那花生的姨娘，神空发。心笑一阵江风啊！
好秋，不忧愁啊！一破梅片，又添色华。悔不该当初来作伴啊！已经穷怕，穷怕那。恐怕负了奈何头啊！哈哈！树头大作就嗨嗨，出门天好啊嘻嗨，东西南北就妙啊妙，相公车行好去哟。上翁上女嗨嗨，一轮滚滚花嘻嗨，手通六呀就妙啊妙，相公车呀。最为花中开呐！个花，唔个花，花都系冇命嘅啦！用嘅又冇回归，通知都冇命嘅嗬。都怪你个狗头前风头脚，你好丰盛啊！啊，咁么个阿叫送货都冇问题，到了下咪到万岁良气更加严重。但下风后怪吹下来，见面危再把一搏，乃万岁不能安康，意外之祸。爱弟，18两哎呀！老爷，你莫叹气，你系18中上冇老鼠美极嘅小蚊蚊啊！我系花师有咩神功啊？那有冇个出游撇下的方法啊？法师老三公，唔系差唔多嘿。老阿婆见真仙，还李千言啊！哎呦，事情就拄到嘅咩？极想办法啊！人强人亡，鬼强人亡，鬼亡黑做为基。假使讲有乱蹦强嘅唔系鬼，系妖怪，根本就发唔出嚟。哦，有个意思嘿。一年知一年，老爷干小命，鬼王干小鬼，神仙就干妖精。哦，你讲
的壮观，中啊受不义。神仙状况，中啊有情，小民我们伺候。看雄天台，烟雨锁，八来哪吒。每
唐朝万岁经得按水山天，天系法师法的前身下界必正公位，法身之名果不其从啊！你俩几法系条规公不爱堂的吧？不敢不敢。恭喜联盟老法师为命里送书喽！陈贵公，此法何意呀？天前一步，总会数流出。你在万岁面前夸了又夸，赞了又赞，俄罗才俄罗，俄罗多气莫传，传到万经上，太极家都敌，先对公家，再到官家，再对官家到百姓，明明都想得到，发生总会一步。俩一波突发的家事嘛，同时，俺是有本老太人一个合理的风情家。你嘿呀！不理同给公啊，嘿呀一百年，不费红衣百姓田，发生黑你给柠檬柠檬油，不走多命龙飞为一见咯，嗨呀老的嗨，此法未免讲得太过难谈了吧？法师的命，你的理，为不做从中央表意，一头戴的用名为真命君子，就是幸福有来有得有。人才世间，何必有钱不图价钱，有巧不错干连行啊！唉，这摆天生下界，不万岁难得安。爱看你係唔係要愛老法師聯合准提再傳一筆太條嘅啊？真是不穷法。唉，這法嘛不過係一種字，這法師嘅筆也不過係用來老母咩？按用青菜發聽聽。哎呀，其實講係法師嘅運氣好嘛，時運係按用哦，有時成功，有時逆功。你呀也唔是聽過我爸咧，按風神按下拜，嘿，冇聽錯，這樣是你呀為百事變病苦。你呀，为命人哦！老太人，你常常记记污蔑本王，藐视法身，你可敢与我打赌？大赌？打嘛该赌啊？哼，
爱妒忌他呀！杜此法年波万岁，平安一概呢，4万两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师傅天生下界图，哪能保万岁一概呢？唔会保恶梦，我就要送给你10万两哦。真係，给天公你恶梦就要来请，你不就爱？我送你4万两。哇，都安泰呀！ 2万，低奖就好。爱讲嘛该呀，讲嘛该笑话，好啊，爱赌就赌卡太条的啊，哦，用板赌法，那系有人赌输嘞，拍送10万两，还爱托生托夫托害，嘿嘿。 才爱贵公父母骑马转山里。哦，爱赌都按胎呀。用完低奖就好啦。这。红顺基督又是尊卑，又是尊卑。 洪家纪念此一梦回，此一梦回。哎呀，你嘿呀！寡妇送子，真啊眼梦，真啊眼啊梦。别从都叫你莫自梦，莫自梦。 如常来来，就常拜；平常多来，就变情怀，变那情怀。你吞金自杀，小天啊，小天，不娘挑你真梦莲，真那梦莲。用完啊，哼，我就老你赌，求公无凭啊！大众为何？
该出现，万万不该扰乱民间，你该当何罪？祖先啊！只因同盟失信一宁，当初挨老生命之命，两汉严肃说，今年算出4800万滴水，穷时下生死路，挨老的做对头，两子所行。胡说！你为到老家孙命线做对头，张挑是故意错下伎俩，害得随犯实在，随犯天条么？张喜呀！玉帝太怒，八字公啊，为臣战恶，性命蒙啊！太怕成军自成路啊！爱爱求救，情同梦啊！不料第一个言语无信，我爱妄是归正见下，此所不报，乃心头不厌啊！鸡妈！你呀，哎呀，是啊，为怎那地呀？你兄同王同命是无情的，我等看彩同列相伴，因你所为，但两军切记。送啊开呀，天子开恩惠呀！天言以修身敬尊，众神将退。李世民，无论你抢来天上神仙，还是天下归来，也是无路用。虽然总得欺人性命，但我也爱闹得你不得安宁啊！破事干，娘娘，你发给好土啊！娘娘，莫非万岁嘅娘体安康了么？多亏你发的天神下界图，本万岁您的后面啊！哎呀，此乃我主风福车天，竟然自有天相啊！不过也不发，在也问第3日安宁，桃子。我王是地名我分天，三海梅都大怕，3年之久就失了你，你那要下乱江上。心中胆浪，爱心为强强，赎回生命强命啊！罗不依。
已经无能为力，强娘娘所谓生命难显显能吧？博士盖，你此次所发的天神下界图，都要问来万岁三日后面。不过过了3日，万岁昂望有心，平情有法，故所3次显你进宫，就给过你再发一波。还爱再挖一步啊！您报奉强三亚官文的画像，表示讲有其效果。本教就命你再发一步，有效便罢，若计无效，破事干。你不但冠冕头颅，衣裳的名声非才担心，你给我好好的想，仔细的话，本叫我3日叫7、8。老爷，你蒙功夫来。参见能王，好友啊，是道理，坐下吧。多谢能王。唐叔，你奉命进宫作法，本来保得万岁3年安眠，因为有本封后怒斥一番，是何缘故啊？只因了天日不土，自本万岁有3日安眠，想不到今本已经有噩梦有穷了。马该3天了后，万岁又不噩梦。那封后用办法落一年呀？奉后爱爱，3日后再挖一步，那还不能保全万岁两体安康，强将爱冠冕头颅，哎呀能忘啊，哎呀能忘。希望你蒙太我何用一路提拔，才有今日荣耀。但是我只不过是一名法师，哪有么个红颜错误的本领？请你蒙，你爱救我一救啊！圣上安危，气势已去，封后之意，岂能抗违？法师，哎呀，脱子啊！但是快快发来，交出一本年报万岁安稳的图法，那是莫杂，爱老你莫完莫了啊！哼！一类官大。原来陈国公到来，
将书托之以礼。哦，50多里，50多里呀！哎呀，我听讲你出宫了后，身体莫爽快，特别前来关心你呀！啊，法师，你奉了封侯之命，而来废土作法，可说你需要清好的精神，一定爱饭爱食，茶爱灵，水母爱安心，怎能发出一幅出游撇下的作品呢？哎呀，国公真是说笑了，俺哪有么个神力，能得发出如此的发作啊？文熙用一把能将小人伤，明夜能将秋风满，随地发出来一台风，飘那纷纷全身蓝，那全身蓝。哎，看来俩盘棋，我去水岸度作舞，是哪救我咯？讲也奇怪呀，家下人无，不但枪无为爱出头，反其面色铁强，严重大怒，愤恨而起，这是何缘故啊？哎呀！明梦风采一夕发，意中有真也有假，你黑临流分了家，爱黑暗送笑哈，好丈夫，爱黑暗送笑哈。陈国公，你哎呀，我就讲不你明白吧。俩是俺老几的大度，你呀那还发不出保平安的土法，嘿，佢呀就要数18了，还爱托上托付托下，起码才爱贵公府外真山林啊！哦，姑说，你都将封疆当作是棋盘，将爱兔子当作是棋子，全然不顾万岁一个假杀级的安慰，这将此事当作是杜桥的筹谋。你发现你讲过，俺冇讲过，老夫股票，老夫股票了，哎呀！难忘啊！陈国公，爱发生兔子，便是你丢的开子了么？
爱到行善事，求神拜佛。那么落佛了圣人亲像的满节作行啊，哪个意思啊？两头空咯。老爷，你答应奉后，爱花一步的总会，其他你沿途散走，莫怪哦。人都讲啊，抢客莫抢唔客，抢唔成就来一百，也记嘛，半点就唔会争吵。呀哈，奉后下子，生意地内，我搞出图像，那是才发一步也是无效，你就改变条路了，老爷要用个神啊！哦，外地呢，原来你就係想唔到，我娘爸爸也天生我嘅保命圖，其實成都當時就上到試驗地度去吧，錯嗎？呵呵，你这个高探精啊！自古叛军一盘风。老爷，行山师到嘞。哪有哪有天山始终求上帝。呀，行山师很派条哦。风势凛凛到当初，今日求天有重有。真言一个，名声一在。老爷，你讲你少年嘅时节长到长昂，也就是你也行山师发了一部嘅佛像，一个什么样？系冇？爱两是爱汉黑，民间八部。哦，嘅粮食嘅老爷，还系嘅民间嘅法师，也就系长出道啦。老爷啊，也是穷苦人出身啊，俺也是许多六月。对水总是好地中先生面前学的书法，后来改做马图。20几年，万岁就采了行山寺，我来走贤纳士。我人采了行山寺发佛像，老虎爱单人通马来匆匆安呐。哦，老爷就系几摆冲起来嘅啊！嘅你嘅情形到底系咩办起？讲来本小命啊，谈看哪里啊？记得，今日就地了
亲亲哦，云呐亲呐，天喜难呐，从哦爱路啊有哦。真妹呀来干呐！蒙公来归呀，你喏就错了啊偏啊！连望哦，亲呐是哦，做干干呐。佢聪明，喊歹嘅哦。呵呵，爱黑不义错害爱强损害。众人好奇该目做是静静看。啊哦，老爷，你有冇照顾打扮一下咧？因为姑娘先生所以伤心害。你看呐，本人看强的吼，你有用把伞哦。呵呵，爱不比不空不放不望就不丹田，提笔挥毫是一风险，杀是风停，年轻爱听把柄，官家坟上对通是冲丢天。哇塞呀，真是八公大屁神气呀！只见众人是赞了又赞，是夸了又夸，连忙一见是笑哈哈，一把一把就走身家。后来呢？万岁就爱就人叫喜，从此发生的名声是传天下。拜见发生太师。免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万万莫配咁无笑，当初天生爱享用把富贵嘅你，如今也系送爱送险路嘅你，法图嘛，本来就是本性之快乐。这法图那为名为利呀，杀本爱失去了法图的本性嘛，已经老夫子老得故命吊义，为父做错的出名了。哎，老爷，你之前唔系要画一部双子天王图，我哋讲系出神秘画哦。建议你何不再温习一下计量师嘅本性、快乐嘅精神，才来一部本记得开眼界。错，就算唔系为名为利，老夫爱也能发出法分之法。错，唔系为了钱，老爷系为了命。係老夫愛，再馬一步，我記得開眼界，那麼愛很疏密嘅花信啊！錯，我本記條件，花生咪青菜公公嘅啦，嗌來，老味蒲花子，準起來。奉孝啊，奉孝，太老夫，愛來馬一步。
天津生为土，本你太可掩盖呀！老呀，你问啊？奇怪呀，家下我喊一千万块啊，撇不了后，是唔知爱妈妈个呀？这是胡言故，这是胡言故。彤彤，真酒了。哦，走，3条猪就够啦。老呀，酒来咧。好酒啊，好酒啊！好子该别下是我分寸啊！巴山巴水是巴天屯，别个的说法是恰不伦，巴土之法在土中混，天下无天是五代东风。千万将，不管黑鬼黑妖，你来自何方？海罗府来马田江，那已经无从。老呀，酒又来咧。好酒啊，好酒啊！呀，无量之门本爱灵气漫长。宝趁机。风光啊，泪眼啊，永久安详啊！好话，莫怪哟，人都讲啊，五代东方，天下无敌。小明，你来看。俺妈俩天津身为土妈的用板，你让我指点一下，给天津身为土，那300个天顺下界土，搞给总会数量，那会冇通用啊？用板。老宋不该总回到天津风情春用吗？看来看去吼，一枪差唔多。哈，差唔多就会春用啊！哎呦，呀，用蛮痛苦的了。哈，老爷，我看你也卖好，闷死嘞，发唔出天山不土，放松嘅片唔卖好，放后又全流嘴怪啲你嘅头那等，我就会死了。上唔当系唔兔子。为马山马水马人马仙又马鬼，实发唔出一步能治平的土法呀！天啊天！看来我此生的命上就爱化为乌有了。都怪嘅
条妖良梦了，可恶嘅妖魔鬼怪呀！钟馗也唔惊，天将也唔惊，老爷，你爱死的，我真敬你一命。老爷，讲正经嘅哦，你把嘅图正经做得出油皮上，也能治病么？你估察吧，无法。啊！给你妈心酸的哦。哎，唔讲爱做得花春人嘅事嘛，一做嘅钟馗，其实化解系人面对世间所有鬼怪，心都所强啊。故所佢寄托鬼门嘅神性，保护其内心的不安与惊慌。那系讲花做得能出妖皮下么？佢就系妖魔刺身的入冲哦。对了，小明，宋白罗浮画图嘅勇士，你是老外公，一人知一人，我也讲小命，鬼王干小鬼。神仙讲妖精。哦，假使讲也有乱万岁的两军，一半小一半鬼，这几都带是强马啥呢？一半仙，一半鬼，强嘅系人么？强人么？老爷，也唔知嘅万岁都带做了乜嘅事，怎么发噩梦？梦中又系读到乜嘅妖魔鬼怪呀？行为害人讲起，今日万岁先期进宫行期作乐，行期之中，万岁技术好啊！苍夜莺梦来见良神见，你先来为良神啊！上三关来将爱得为真意啊！是啊，为真的是啊，谁臣臣啊！唔衰嘞！通通战鼓啊，震天地呀！回天堂发那三流体呀！
后宫为证，你敢不是在同盟身边，两位董事？亚良，爱为朕梦中赞你来了。哎呀！可怜同盟啊，太不义啊！是新兵营为了马神啊！
啊！大地每根，可那边林啊！一位汉人的讲，这个昏昏沉沉睡得去了后，在梦中看到佢身着盔甲，腰挂宝剑，手持云枪，方面要来对杀犯罪的两军。为太人嘅一路队嘅两军就一路走，要到为太人嘅全身无力嘅粮食啊！梦中佢看到万岁旗。半坡不灵啊，神啊，观音此事啊，不欢喜吗？佢半岁看到魏太人，行去中间还用水提起。强怕佢喺身体欠我，本来我将佢很想恢复去休息，唔讲佢熊熊嘅上动，見到兩軍有肉天，我就將魏太人逗留在身邊，等到午時了後，方可放佢走起呀。哦，原來萬歲以流氓有肉天。強壯強了魏太人啊，其中原因記不清。衰退嘅太人後來樣板去呢？唐魏太人講，萬歲看到佢，全身汗水淋淋，骨瘦肌焦。啊，對了。清风黑彩呀，为永生啊！哦，魏太人梦中爱占领，系万岁送他三寸青锋，才成功战死两军哦。嘿唔系万岁，老两军有肉天马街事情，其实唔敢言，故说张请万岁逃命啊！哦，有了。外县将魏太人大洋朝中，前为两位太将，暗夜把守宫门，
同有万岁难得，何梦一呀么？呵呵，今爱就做到咯。做到嘅将神贵，只将人几条上梁啊！跳带。准披披挂战袍，大树江门两边，步步同盟，两命响了。
六毛春城红飘安树中红，以我把后丢前梦，推同心社保朋友李世民，你拿命来！哇！所有平民永年罢黜，大爱对后平民义尽。明朝国内政，走啊！
言，有情为，以为神的所祝福，万岁得以安宁数年，两天也有好转咯。万岁菩萨，从今连夜看书讲文，本为下子，明法师唔透子，描绘从今之形象，以讲文之上。但法师求见说透，开求本求，不传法师名相，他暗自发下从今之形象，这也不敌是讲言故，既是其次，法师堂我妹子，竟有恶调，又乱讲听。命其发下情为逆神的形象图，特以讲文之上，再发废尽太人的形象图，特采九讲文道，其处有披甲。娘子啊！在呀！
神啊！门神发作，不敌是何人所发？能发出以此雄伟，此法必定能流传千古啊！方口也无下子，也无听讲是马啥发的啊？我看啊，一定是发生所发。大娘个太出戏，发生根本你就瞎就去，也唔知就到那位乌索马拉邦。哎呀，哪有可能是发生所发的呀？老太，两摆你爱到底是马啥人、马啥事啊？我看中的再用计较，那系万岁见地，你老爱拿此事来熊大度，给你呀，就算命先生下班喽。俩爱用本讲，算命啊！有理有理。大头